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，全世界攏真矚目的傳習會，早起10點，佇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來上場。中國佇大門口鋪設着紅地毯，迎接着川普。川普的車隊到位了後，兩個人拍招呼，握手14秒。美國總統川普的車隊到中國北京人民大會堂前，川普落車了，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佇紅毯頂拍招呼、握手，川普閣甲大咧。雖然甲兩個代表團拍招呼，中國這邊的官員有習近平秘書之稱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書記蔡奇、外交部長王毅、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、甲國防部長董軍等。美國方面有美國駐中國大使邦德偉、國務卿魯比歐、財政部長貝森特、國防部長赫格塞斯甲貿易談判代表葛里爾等。中國以高規格接待川普走到當時，明日一響禮炮，川普率來作為檢閱，解放軍的儀仗隊率來正式展開雙邊的會談。今年是美國獨立250週年，我向你和美國人民表示祝賀。我始終認為，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分歧。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, we worked it out.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,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, people don't know,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,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. 川普這擺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，伊坐車野獸是由美國空軍波音4妖怪全球霸王運輸機運到北京。目前野獸是為2018年9月開始服役。重差不多是6800公斤到9100公斤，車殼的高度是20公分，頭門高度是13公分，每一線的車門高度差不多是30公分，配備動裝甲夜視系統甲防爆鏈啊，全車會當完全封閉以防止生化的攻擊，並且有獨立的上鎖系統。上個特別的是，車內有準備甲總統會型同款的會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